期待已久嘅斐濟之旅今日終於拉開序幕啦！喺3月20號嘅晚上，我哋登上咗斐濟航空嘅班機，歷時11個鐘頭。喺當地時間3月22號早上5點幾，我哋好順利咁樣抵達咗斐濟嘅南迪國際機場。呢個機場係去往斐濟其他地區嘅中轉站，無論係喺旅程嘅開始定係結束，都要嚟到呢個南太平洋島國嘅旅行樞紐。好順利咁樣過咗海關，即刻就有熱情嘅機場員工送上咗斐濟傳統嘅禮物，為我哋每人戴上一條由貝殼串成嘅頸鏈。呢個係一份嚟自島國居民對客人嘅歡迎同埋祝福。我哋團長預先訂好嘅巴士亦都嚟到接我哋去酒店啦。斐濟係地球上最西亦都係最東嘅島國，所以佢係世界上太陽最先升起嘅地方。我哋迎住地球嘅第一縷陽光，踏上咗呢片南太平洋最靚嘅人間天堂。斐濟係由332個島嶼組成嘅，分佈於南太平洋嘅中心，只有其中106個島有人居住，其他大部分都係珊瑚礁環繞嘅火山島，依然保留住仲未被打擾嘅原始模樣。斐濟係世界著名嘅度假勝地，被譽為全球10大蜜月旅遊勝地之一。呢度四季如夏，有閃亮嘅白色沙灘，茂密嘅熱帶雨林。呢度嘅海水冇受過一絲嘅污染，清澈見底，係世界知名嘅潛水勝地。超過4000平方英里嘅珊瑚礁鋪展喺海底世界，為佢贏得咗世界軟珊瑚之都嘅美譽。我哋今日入住嘅酒店係風景如畫嘅洲際度假酒店。我哋一落車就見到酒店嘅員工手彈吉他，口唱歌謠，歡迎我哋呢啲遠道而嚟嘅客人。斐濟人熱情好客，見到面總會講一聲布拉。喺斐濟最緊要學識2個斐濟語，布拉你好，Vanega 多謝。因為斐濟曾經係英國嘅殖民地，英語就成咗斐濟嘅官方語言，所以喺呢度用英語交流係毫無障礙嘅。酒店位於主島 Viti 島嘅塔納多納海灘上邊，裝潢融入咗正宗嘅斐濟建築風格。團長正喺度為我哋辦理入住手續。從酒店嘅大堂望出去，就可以睇到一望無際嘅碧海藍天、陽光、沙灘，仲有搖曳生姿嘅棕櫚樹同埋藍色嘅大海相互映襯。呢度就係一幅真實存在嘅熱帶風情畫啦。因為我哋係朝早到達嘅，特別感謝我哋嘅團長為大家爭取到呢一日嘅免費早餐。呢度有3家主要嘅餐廳，只有呢一家薩那沙拿餐廳提供早餐。早餐係全自助式嘅，菜品多樣，有西式糕點、魚生、沙律、炒麵、bacon， 呢啲係燜燉牛肉，我最中意嘅太陽蛋啊！仲有各式嘅熱帶水果，應有盡有。喜歡嘅話，仲可以請佢哋現場將呢啲新鮮嘅蔬果榨成果汁㗎，就係最健康嘅飲料啦。我呢個係即叫即煮嘅湯米粉，仲有我最喜歡嘅水果，加多一杯 cappuccino。10幾個鐘頭飛行嘅疲勞同埋時差綜合症即刻一掃而空。我哋領到房卡啦，房卡係木質嘅，好符合斐濟重視自然同埋環保嘅理念喎。攞返自己嘅行李，坐上咗酒店嘅電瓶車，開咗一段路先嚟到我哋住嘅房間。酒店嘅員工好貼心咁樣幫我哋將行李搬上樓上添。打開門，眼前嘅空間整潔舒適，富有熱帶嘅風情。呢一間就係我哋要喺呢度停留3晚嘅房間啦。房間唔算好大，陽台外面係一片鬱鬱蔥蔥嘅熱帶花園園景。
仲有一個半露天嘅浴缸。房間裏面嘅配置好齊全，提供咗咖啡、茶包。浴室好乾淨，乾濕分離嘅設計，讓沖涼同埋廁所互不干擾。呢度仲有2個星盤，真係好方便噶。最賞心悅目嘅呢，就係床鋪上邊用棕櫚樹葉拼成呢個 Welcome Home 嘅字樣，使客人體驗到酒店滿滿嘅誠意同埋熱情，仲有賓至如歸嘅感覺。安頓好之後，我哋行出房間，周圍逛逛。斐濟嘅洲際度假酒店坐落喺35英畝嘅熱帶花園之中，風景如畫，佔地好大，有266間客房。每一棟客房前面都設有清晰嘅門牌號碼嘅指引。呢度共有4個泳池，包括咗成人泳池同埋兒童泳池。無論你係想安靜咁樣享受水中陽光，定係想帶細路仔盡情嬉戲，都可以揾到適合嘅空間噶。仲有一個小型嘅足球場同埋排球場地，為喜歡運動嘅客人提供咗休閒嘅選擇。酒店有5間餐廳同埋酒吧，每一家都有獨特嘅風格同埋唔同嘅美味。仲有一個18洞錦標賽高爾夫球場。有冇留意到喺酒店周圍隨處都可以見到呢啲黑色嘅雕刻木柱？呢啲就係具有濃厚嘅斐濟傳統文化同埋象徵意義嘅圖騰柱。佢哋多數係被安放喺酒店嘅入口、道路旁邊或者係庭院之中。佢哋就好似沉默嘅長者，靜靜咁樣守望住每一個角落。木柱上嘅雕刻多種多樣，通常係與自然、祖先同埋部族圖騰相關，象徵住土地嘅守護神，表達對自然同祖先智慧同埋力量嘅敬畏同埋尊重。傍晚時分，我哋咁啱睇到酒店夜間嘅點火儀式。喺斐濟，幾乎每一家酒店都有自己獨特嘅點火傳統。呢啲火會燃燒一整夜，係酒店夜晚最具標誌性嘅裝飾。我哋嚟到嘅第一日啱啱係週末，酒店嘅員工話俾我哋聽，今晚呢度會舉辦一場盛大嘅沙灘 party。夜幕降臨，原本寧靜嘅海灘變得熱鬧非凡，由多個小食攤位組成嘅一條海邊美食街熱鬧開張，空氣中飄散住炊煙同埋食物嘅香氣，各種特色嘅本地小食喺呢度展現出誘人嘅風味。呢度就好似我哋平時熟悉嘅夜市一樣，只不過呢度個背景換成咗星海同埋沙灘。今晚喺海邊仲有一場傳統嘅歌舞表演，霓虹閃爍，俾人一種夢幻般嘅視覺衝擊。彩燈映襯之下，現場樂隊節奏分明，身姿靈動，帶動嘅氣氛高潮迭起。我哋一齊嚟欣賞一下斐濟最具傳統韻味同埋表演魅力嘅南太平洋火棍舞啦！斐濟嘅火棍舞不僅係一場視覺嘅盛宴，更係一種源自部族精神嘅傳承。喺呢度，我哋真正咁感受到斐濟嗰種熱情、自由、原始而純粹嘅文化魅力。今日團長為我哋安排咗一項令人無比期待嘅行程，就係出海觀賞海洋生物嘅奇妙世界，係咪好興奮呢？我哋嘅船先嚟到海中央嘅一片水域停低。哇！呢度有好多魚啊！唔知係咪船民撒咗啲魚糧或者麵包落去呢？成群成群嘅魚好似黑潮一樣咁樣衝咗上嚟。
我哋好興奮咁樣爬喺船邊，一邊驚嘆大自然嘅生命力，一邊欣賞住呢一場無聲嘅海底奇觀。We have plenty of time. Fiji time. Fiji time, yeah. Fiji time 喺斐濟遲到唔係失禮，而係生活方式。喺斐濟，鐘錶唔係必需品，趕時間先係外來詞。Fiji time 不只係時間嘅慢，佢係一種生活節奏，一種心態。等你習慣咗所有事都慢落嚟之後，就會發現原來生活就應該係呢般從容同埋自在。我哋嘅船嚟到附近嘅另一個小島，穿過咗茂密嘅熱帶叢林，又係一處海闊天空嘅沙灘。呢個島叫做 Nawao 島，我哋今日就喺呢度浮潛啦。老實講，呢度個浮潛點真係令我哋有啲失望噶。海底嘅景觀冇咩特別值得驚嘆嘅，睇到嘅都係一啲好細細條嘅魚，大條一啲嘅魚都睇唔到，更唔好講話乜嘢色彩斑斕嘅珊瑚啦。今日我哋參加嘅係出海半日遊，島民已經為我哋準備咗午餐。喺沙灘邊，草席為台，樹葉為凳，擺上咗佢哋親手做嘅海鮮料理。雖然冇乜嘢華麗嘅裝飾，冇乜嘢精緻嘅餐具，但勝在鮮味十足喎。就喺呢一片海風吹拂嘅小島邊，我哋切身咁感受到斐濟淳樸而熱情嘅風土人情。下午我哋前往附近嘅一個村莊，參加咗當地嘅基督教崇拜儀式，由當地嘅細路仔組成嘅唱詩班高唱詩歌，自亂而真摯嘅歌聲喺教堂裏面回蕩，帶住對主嘅敬畏同埋感恩。只係呢啲細路仔對我哋呢班不同膚色嘅遠方來客表現出極大嘅好奇。我哋嘅團長伉儷仲被邀請上去，代表我哋一行人做咗簡短而溫馨嘅致辭，表達咗感恩同埋祝福。崇拜結束之後，我哋參觀咗呢個村莊，了解當地人嘅生活。村莊唔大，人口好少，睇起嚟寧靜而淳樸，房屋大多簡易，甚至有啲仲係鐵皮屋，遠唔似外面嘅酒店咁光鮮，卻自有一份人間煙火嘅真實感。呢度嘅果樹好大棵，算係大自然對佢哋嘅慷慨饋贈啦。傍晚我哋喺海邊體驗一次不一樣嘅浪漫，就係海邊騎馬，馬蹄踏浪，馬背上觀海。我哋就好似大海嘅旅人，感受住呢一片南太平洋獨有嘅遼闊同埋壯美。今晚當地嘅居民為我哋準備咗一個日落篝火晚會。本來我哋係會坐船出海，先去欣賞天賜嘅日暮餘暉，但係今日嘅天色唔好，睇唔到世界上最靚嘅晚霞啦。我哋嚟到對岸嘅沙灘，響度帶我哋嚟到叢林中一塊靜謐嘅空地，只見一個後生仔用手撥開表面嘅沙土，沙層之下係一塊厚實嘅油布，佢好小心咁樣將呢塊布移開，即刻睇到一股白煙升起，熱氣仿佛嚟自天然嘅烤箱，溫度之高叫人無法落手。跟住仲有一大塊嘅芭蕉葉，好辛苦先至將呢塊滾燙嘅芭蕉葉打開，就睇到入邊係用錫紙包住嘅一包一包嘅燒肉啦。呢啲島民嘅鐵手皮咁厚，都熱到落唔到手，真係難為佢啦。呢個就係斐濟最具代表性嘅 Lover 地爐大餐。Lover 係當地古老嘅一種燒烤方式，亦都係作為迎接貴賓嘅一種禮儀方式。Lover 食物做起嚟係唔簡單嘅，相當費時。首先要喺地下挖坑生火，喺火坑中加入石頭燒紅，
然後再用錫紙包住肉類或者蔬菜放上去，再層層覆蓋住芭蕉葉同埋油布，喺地熱中最少要焗3個鐘頭以上。呢一種燒烤方式雖然好原始啊，但卻真係香濃入味㗎。斐濟人只有係值得慶祝嘅重大節日或者迎接重要嘅客人，先會舉辦呢一種盛宴儀式。我哋何其有幸，可以喺呢度體驗咗呢個流傳1000年嘅 Lover 地爐大餐。呢啲就係啱啱頭先攞出嚟嘅雞肉、牛肉同埋豬肉，佢哋準備嘅食材仲係好豐富㗎。你睇睇，有雞蛋、薯仔、白飯、炒飯、蟹肉、螺肉、木薯，仲有菠蘿同香蕉等等。我哋就係咁樣直接上手，品嘗呢一份嚟自土地嘅饋贈，原始熱情，毫無拘束。夜幕降臨，島民點起咗篝火，明亮個火光映襯住黑暗嘅天色。我哋坐喺篝火旁，喺海風中享用呢一餐晚宴，氛圍悠閒而自在。晚餐之後，島民嘅熱情不減，帶動住我哋啲客人一齊唱歌跳舞，玩得相當盡興。斐濟美食不僅嚟自於舌尖嘅鮮味，更係在於參與同埋體驗。因為喺參與嘅過程中，你可以感受島民享受生活嘅樂觀態度，以及嗰份代代相傳、樸素而真摯嘅文化魅力。我哋而家住嘅酒店全名叫做斐濟洲際高爾夫水療度假酒店，係被譽為斐濟最奢華嘅度假勝地之一，擁有令人迷戀嘅自然景觀同埋頂級嘅設施。塔拉多拿海灘受到珊瑚礁嘅保護，形成咗一個面向海洋嘅藍色瀉湖，被評為世界上最靚嘅海灘之一。喺呢度要特別感謝我哋嘅攝影師，佢操控嘅無人機喺空中影低咗呢一座酒店嘅全貌，每一個畫面都好似明信片，定格喺呢一處嘅人間仙境。洲際酒店亦曾經被世界旅遊大獎評為奢華酒店度假村，係斐濟主島最新、設施最好嘅酒店。其中呢個25米長嘅無邊界泳池係酒店嘅標誌。2010年酒店開業嗰陣時，呢個泳池作為酒店嘅形象大使，多次登上咗國內外旅遊雜誌嘅封面，係好多旅人夢寐以求嘅網紅打卡點嚟㗎。我哋住喺咁靚嘅度假酒店，一定要親身感受一下呢啲令人嘆為觀止嘅美景同埋豪華設施㗎啦。無邊泳池可以遠眺一望無際嘅大海，但只限成人使用，而小朋友要去另外一邊嘅家庭泳池啦。另外，酒店旁邊仲有一座高爾夫球場，佔地2000英畝，係國際標準嘅18洞錦標賽級嘅球場。呢一座高爾夫球場融合咗山河海湖嘅景觀，每年嘅 PGA 巡迴賽都會喺呢度舉辦嘅，更係15個洞位面朝蔚藍大海，揮桿之間盡收海天一色嘅壯闊美景。但係對於我嚟講，最吸引眼球嘅風景並唔係球場本身，而係呢位企喺綠蔭之間瀟灑揮桿英姿颯爽嘅女球手。好啦，上邊就係我哋喺洲際酒店4日3夜嘅主要活動啦，可以講係充實而美好嘅，每一刻都令人回味。呢一家度假酒店，無論係情侶蜜月定係親子旅行，都係值得推薦嘅。你可以選擇喺潔白嘅沙灘上邊沐浴陽光，亦可以體驗斐濟原始而熱情嘅傳統文化，可以享受各式各製美食，亦都可以暢玩豐富嘅海上活動。最重要嘅係喺呢度，我哋真正感受到乜嘢叫做度假。今日我哋就要離開主島 Viti 島啦，我哋要去風景如畫嘅寧靜島，一座私密而夢幻嘅小島。喺嗰度將會有更多嘅驚喜同埋故事同你哋分享哦，敬請期待啦！呢一集就到呢度啦，感謝大家嘅陪伴同埋收睇，我哋下一集見啦！